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爱你啊，青春献予你。想你啊，万事万里。离开你呀，我无奈。离开你呀，真悲哀。如今只好将咱静静淡落大海。钟南山的代志，虽然今仔日咱已经骗过三皇子，不过一定写配合落去。特别若是讲出真相，咱就惨了。这尔惊死，岂能成就大事？也不过，就算爱成就大事，嘛要保住家己的性命。大人，免惊遐，咱先下手为强，我派回复战罢，你通知日来，咱分头进行，来一招杀人灭口。妙计，真是妙计！哎呦，用过年我已经甲大人参详好势，以后你的工作哦，拢互我做，你边遐困吼。唔系啦，你伤过忝啊啦。啊，别啦，我甲你讲哦，你的工作得算我逐个工作包来，我一粒嘛无问题，吼。你莫甲我骗，其实我早就知影，你就是千里。你遮尔远啊，一撮落走来，甲我斗相共，我真是足感谢你的。啊，毋过你上无麻我加减搬一下，安尼才袂伤过辛苦啦。那好哩，够啊，做花轿，安尼紧花落来，花落来。谢你啊，多谢你，多谢多谢，天宝啊，啊，读紧看，看有你安尼啊无？紧看，紧嘞，大家先赶快杀，我看无啦。直接看咧啦。叫好！阿娘你好，快加油啦！大哥，阿娘你好，大哥，叫好啊！阿娘，阿娘，我就是你啊！阿娘嘛，就是叫好，阿娘，叫好啊！我嚟车。叫好，阿娘，我咧受苦。阿娘，你生真济呢？无啦。阿娘，好佳在，迄一路拢有千里咧甲我照顾，所以我无受苦，无吃苦，你别烦恼啦。公主，阿宝、天宝，你就才是亲像啥物啊？别笑，我系认的，我系认的，你是千里吼。你是陈立大兄？对啦，你来看，我有咧保你安尔，才会增加呢，有水无？你就歹啊！哥，嘛这故事咧。千里啊，多谢你吼。啊，无啥物代志，是我代志啦哈。阿娘，这一撮路遮尔远着，你会最忝的吼。我别忝啦，颠倒吼，忝的是林公主，伊来跪咯，你甲我爱到遮来。阿妈惊伤久，脚拢破皮啊！连后几下工，拢是林公主阿嬷。
林公主，多谢你，辛苦啊！袂啦，我袂辛苦，是你较辛苦。恁哪会袂艰苦咧？对啊，阿婆，阮公主哦，拢甲食苦当作食补，只下再甲恁斗相共哦，伊心肝会足欢喜啊。我吼食到遮济岁啊，以后拢是讲吼妈祖娘娘大发慈悲，有够慈悲心。今仔我头一摆听讲林公主也是遮尔啊慈悲，拢无求回报。阿婆，阿婆，迄也搁讲，阮公主伊就是是你的。田宝，唔干那心爱好，嘛爱有实际的行动。就亲像讲，好话都爱大家讲，好事都爱大家做，自然大家就会转好。我知影，若是我爱好，嘛看家去做好代志。对。啊，对了，我已经找些所在，虽然有较歹小看，也毋过整理一下，地当大，我来找恁来哈。多谢。多谢。小，阿婆，来哦，来食番薯，来细弟，小。对啊，歹势吼，迄临时吼用番薯吼，大家做暗顿，不过无要紧，明仔载我用找较好食，互大家食吼。无要紧啊，只要会使跟阮阿做伙，我就欢喜的。食啥物拢不要紧。对，这就是上方感动的。人间上伟大的就是亲情。对啦，公主，你若是安尼认为哦，你当然无要惊较早团圆的。也搁有啊，你是一直拢无甲我讲，路吉是毋找新的证据，要替玉姑娘实现愿望啊？林公主来讲，我了解，是因为林公主想要互我加一寡时间去享受跟阮阿娘，还有天宝的天伦之乐。我了解林公主的用心。林夫人，实在对你足歹势。逐摆你若看到我，总是讲真有希望，不过最后我拢是让你失望，对不住你。林公主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你、千里，还有顺风，甲有非亲非故。而且你嘛知影，就算你甲阮斗相共，我嘛真可怜，无法度报答你。啊，毋过恁同款为我伸冤，一直甲阮厝的人斗相共，我真是足感恩的。你敢知影？真正我伫怨阮天公伯啊，实在足无公平。谁做要安尼对待我？啊，毋过即摆我袂怨恨啊，因为我互你有千里，有顺风。玉凤，我的想法嘛，甲你同款，我并无怨他，只是我是足唔甘你的。菩萨，我慧智不足，能力不足，无法度救助苦难的玉凤。但是我诚心祈求，你将伊所有的苦难拢转到我的身躯顶，我甘愿为伊承受。公主啊，刘大林到位啊，大林姐。阿娘，天宝，阿公，拜见罗大人。他们去了。是啦，恁走了哦，罗大林真思念你。虽然讲哦，伊身体无讲介好，硬要来找恁呢。阿娘，阿公伊教我读书，伊叫我让以后考状元做官。多谢大人。玉大人，我知你疼孙啦，所以你找借口要来看因两个。其实你是良心发现，找到新的证据，要替因家实现愿望，对无？这动要过不去。讲啊，你紧讲啊！
有啥办法？我，大林，大林啊！阿土，三公主，我来。真的会赢啊？我是三公主，我讲会赢就会赢，你晓？是。我已经写好3个关在面的面试案呢。真好，看到大家为了过2天咧竞赛发放的代志，这么用心，我真欢喜。我嘛同款呢。这个凊彩军友若是顺利发放落去，那安尼哦，遐在面都军友用食饭，有军友用买药啊。是啊，而且伊嘛有材料修理家家厝啦。我来。哦，好啊。三公主。有一寡人哦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家己平常时哦都要小心提防咧。有一寡人，你讲的是啥？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平常时哦你做代志要较小心咧啦。哦，我会啦。罗大人，阿妈，你敢无爱去休困？我拢困袂去呢。空梁有火，言不可救。枯叶撇香，离可得落。这是我做人做事为官忠正。一直秉守的信念，嘛是因为安尼，大家才会真尊重你。人若伫咧上车赢的时阵，还佫知影通谦卑，知影通敬体，安尼就当枯竭撇香，离苦得乐。敢安尼哦？我的方向对我最重要，采用我的建言，让天下安定以后。我就决定告老还乡，家托孝敬。虽然我即摆心无伫庙堂内底，不过我一心为社稷，为国尽忠。但是为什么我的母囝、我的亲人，会永福啊，拢死有非命？所以你看到玉芳甲天宝，就去想到因，增加你对伊的思念，对无？是啊，伊就亲像阮新妇甲孙共款。罗大人，假使你手头真是有证据，你是毋是会提出来斗相共？我拢无啥物证据，迄小婆后迄拢烧掉啊！罗大人，小婆火烧掉，你赶快会当救因啊！我拢唔知影你咧讲啥。罗大人，我听人讲你在书面前有过目不忘的能力，迄本小婆伫你手头已经有一段日子啊，你应该拢总会记得才对吼。你嘛知影讲，当今的圣上对你非常的信任。假使讲你若愿意上镜面试，去甲朝廷讲清楚这个小婆的内容，相信伊若顺线对查，应该真紧就会抓到背后的主谋者，和真相大白。你讲的无唔对啦，不过我上惊的就是会动摇国本。罗大人，一国之本绝对唔是伫咧一两个人的身躯顶，
是伫咧事情的调停。伊是毋是天命公正？伊是毋是为万民谋福利求公义？所以我要求罗大人，你是毋是会当甲背后的主谋者讲出来？这我袂用讲。你安尼做，就是要保护迄个幕后的主使者，要互伊一个反悔改过的机会。也毋过你敢有想过，伊一直要表示黄夫人，甚至放火要烧掉你的无悔事业。你想为这个行为，敢有想要改过甲反悔？我嘛是甲请足侪科员的，希望伊会反省改过，将迄贪来不义之财害我灾民，伊拢无咧听啦。罗大人，安尼就表示已经执迷不悟啊！那安尼摕到迄个不义之财，一定会做更较侪不义之事。到尾啊，我惊伊会危害天下苍生。危害天下苍生，我哪会无想到这条代志？到时兵来若一个起，天下都会动乱，万民受苦啊！好啊，你大家莫阁送啊，大家莫阁送。我即摆去看到皇上，会将这少婆代志讲给皇上听，一定会派人落来调查。互恁阿娘这代志会得到翻案，恁全家嘛会真正的团圆呢。罗大人，多谢你，罗大人，多谢，多谢你带阮代志，多谢。明心见性，顿悟即成。千里顺风，你若好好保护罗大人，互伊平安甲行城。是。公，安尼我有搁看到你无？会，一定会。等你阿娘的代志说清楚，阿公阿马上转来看你，搁来教你读册，好无？好，安尼我会乖乖带你转来。公主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阮来出发啦哦。是皇上的御林军。请御史大夫罗杰接旨，我皇万岁万万岁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请御史大夫罗杰功在社稷，今不幸家人皆逝，民期孤怒，特使良田百亩，奴仆20人，安养天年，并特遣殿前侍卫护送至宫中，一定一会，钦此下恩。下万岁。公，皇上真是对足好哟。是啊，风温浩荡，想不到皇帝即摆要这关心我。我看无简单啊，这性质可能是假哦。哈，假哦？哎呦，这哪有可能？顶面有皇帝亲自的金丝玉印。林公主，我看即摆就莫烦恼千里甲顺风啊。啊，无喏，罗大人，你虽然有义人阮甲你护送，也毋过惊啥路途千里，也是互千里的甲顺风啊陪你开讲，吼。啊好，多谢，安尼老友先过世咯。将我处理好，罗大人走，走，罗大人，咱紧走。
今仔要抬是路吉，无用甲你算。我哪能拍袂过？我是要拍落台哩。安尼就先互你死，再我抬路吉。顶个因为你有老骨的宝，即个你无嘛吼，所以你栽死啊你！今仔该死的是恁两个，好，起我来！先甲恁抬死，再抬妈祖。我顶个我你唔知影，我那个厉害。我相信娘娘会答应咱安尼做。金牌秘书，罗大人，你辛苦了。你为何而来？奉尊者的命令，特别来迎接。迎接我，想要送我上西天，要害我，对无？罗大人果然是巧巧的人。哼，武林君，太杀金牌反族，拜见金牌秘书。你辛苦。姓纪敢有假？我明明就看到顶面看皇帝大人。罗大人，你这个历史是安怎做？这个世事真真假假，就算讲亲目睭看到，嘛无一定会当相信啊。以尊者的本领，要摕一张假的圣旨，有啥物困难呢？我有尊者，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想到这阴险卑鄙，只是一点之力，无及时告发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尊者早就料想到你是一个死杂，早晚会叫别靠。天宝，玉凤，我对你不住，我对你不住啊！小等，你阁想要活过今仔日？我知影我会死，但是我绝对袂使死喺你家人的手内。我愧对皇上的恩义，愧对圣贤所教，愧对天下的苍生。我只有以自尽来谢罪。会用的，规治拢是死，甲倒互伊。一定会。等你啊，你还代志说说清楚。阿公阿妈想转来看你，过来教你读册，好不？好，安尼我会乖乖带你转来。天父，阿公对你不住，我袂当搁转来教你读册。天父，玉凤，我对你不住。歹势，无甲你抬死，真侪人会叫你害死。
拍谁？我是不得已的。怎？你变安怎？我甲处理掉，啊，你迄边咧？相冲互相指定。啊，毋过对付这种歹徒，咱咧做嘛是不得已的啊。罗大人，啊！哟，你还没开伊呢？啥无？应该是这边夹。哎呀！啊，什么代志？有大人啊！好，有大人，有大人，大人，有大人，大人。有大力，有大力，大力！给，鬼，给啊！大力，大力，你这是哪里？大力，孙子，给我救起来啊！大力已经死啊啦！有大力，大力啦！大力，是的啦，我哪能无法度甲你保好？有大力，一声惨啊，一声惨啊啦！咱到底是要安怎甲公主填补，叫阮甲阿婆交代啊？我无面子转去啊啦！莫讲迄无面子，我嘛无迄个面子通啊倒去啊！大力啦！红岸上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快去我！什么代志？经过凊彩挂伊叫着走。红岸上花早。妈，回来呀！这里有修。哎，阿娘，有要紧无？啊，有疼着无？无啦，不要紧。阿妈，失礼了。阿妈，你先莫叮当，我甲涂炭物件，救救的。搁添一个茶给你哦。哦，天宝啊，莫添遐尼小的茶哦，阿嬷，哎，阿嬷歹摕啦，啊？阿娘，失礼了。无紧啦，来，救救者，我添袂一身的，来，较细粒哦，莫挂着啊。阿娘，这是无要紧啊。要紧啦，做去无用。公主，公主啊！是啊，啊惊啥？而且遐尼远，你哪会遮尼紧就转来啊？罗大人呢？罗大人，去干啥害死啊？啊都为了我詹爸伫半路走出来杀大人，啊，阮两个当然甲伊拼啊！阮就请玉林军甲罗大人保护离开战场，啊，在阮两个对付火甲战爸去找大人了后，伊就死啊啦！啊，伊死进前敢若讲玉林军是假的，圣旨嘛是假的。一定是玉林军害死罗大人的。公主，歹势啦，歹势，阮无法度甲大人保护好，歹势啦。公主，拢是千里的唔好，阮失志啦，歹势。这无怪你，是遐歹人，想过要倒啊！阿公为了替我娘生活，
再教我读册啊！也毋过吼，阮硬知影老孙府甲苗土甲玉峰这件代志一定有关联啦。也若无，伊想要来骗这本小铺，甲规个生意拢烧烧掉啊！因遐人太卑鄙，咱带出来算啥？是要找人算啥？咱是要等于见机行事。即马咱已经失去罗大人这段上有利的政府，但去，咱就袂用搁再轻举妄动。把观音过后，老子相信上不下。是。哦，钱多多，钱多多，哟，那，你甲你看。因爸母甲伊号做钱多多，料定无灵，害伊变现在。安尼我继续念落去哦。叫清水。着清水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代志唔好啊，代志唔好啊！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代志唔好。什么代志？经过这赛关系，叫我接走啊！啥？遐记载关于，我们提前走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我请出去。起来。新丰所有的路口，想尽办法把关因找回来。是，等我来。老大人，小下知，小下该做死罪，请三公主了了。带所有的人，四个所长。是，去，行。三公主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得甲真紧来找回来啊。上好是安尼，若无，我死罪难逃。就说前面关起来。禀大人，接到通报，有数十卡的车厢啊，已经运入去逸仙房了。瞧，是。关门！关门啊！关门啊！是。
无唔对哈？拢破！有查到啥？冰山碰触，什么都冇查到。铁矿山扩大范围，彻底搜查。是。每年过年。启禀参谋组，原本今仔日要发放赈灾观音，即嘛是安怎？妈祖启示录，人的心念意境，确实会当保持开朗清明。如此以来，四颗恁等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，拢是美丽甲善良的。这也就是心正。心正邪不侵，自然袂忧心，袂疾苦。参谋组，原本今仔日要发放赈灾观音，即嘛是安怎？马上宣布，延后发放。是。参谋组，你莫烦恼啦，无得靠过两工就车回来啊。但愿如此。走走走，你走。你可怜阮啦，叫发钱啦！你唔着叫发钱，紧来啦，紧来啦！但其下跪，干嘛？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啊，无代志。找到光源那是？唔是。那呢？你哪讲无代志？启禀参谋组。遐一大堆的灾民，因是因为不满着赈灾观音无如期发放，所以才引起不乱。啊，不过好佳在我处理了真好，即时甲因定押，而且我抬价价高，将所有带头的人拢甲关起来。安尼就算讲后摆无如期发放赈灾观音，伊嘛唔敢搁吵闹啊。糊涂！你真正糊涂！若无安尼做，地方必乱。道之以尽。坐之以行，民免而无体。好一句。道之以德，坐之以礼，有体且价。对百姓，爱以德，爱以礼。如今错在朝廷，错在地方官员，错在我。百姓的痛苦，百姓的怨愤，若是无法度得到疏解，早晚也是会爆发。而且你安尼定押，只会互老百姓更加不满。对啊，人老百姓哦，只是暂时惊你忍尔，等来忍袂住，做出反击，到时阵哦，都有几啊万的老百姓摕伊的菜刀甲猪头甲你拼，迄个时阵，你敢怕挨掉？应该抓来的人拢放落去，以后袂当搁乌白抓人，若无，我一定严办。我知影。如今的新设法，安大百姓不满意。啊，不过无钱发放，是要如何安达？我这还有一寡事，老大人，假使你若方便，我想要请你先斗相共。观音胖无去，我会负责你。也毋过观音是伫你的官体经过被劫走，所以
你嘛是有责任。我知影。你若是愿意先摕银两出来斗3工，到时阵我嘛好替你向朝廷求情。多谢三皇子的爱护，也毋过，你应该袂想要讲，你真正无银两啦吼？虽然讲我做过遮侪年，也毋过我希望拢是真清廉、真正直，所以我身躯边真正是一点仔银两都无。无要紧，免烦恼，我主人有办法。你是创啥？你敢安怎？啊？阿春，我遐破连酒馆拢去你迄倒啊？哈？哈？我的好呢？菜你做啊，紧摕我。哦。上风宝剑也是医理袂好。文呢？你是搁安怎？阿娘，你头毛面顶遐金财宝，去台袂少钱啊？是啊。安尼真好。你是安怎啦？啊？你即摆是咧创啥？无啊，我哪创啥？我只是咧替阿爹啊，佮三皇子请银两要去赈灾啊。阿娘，这应该嘛计特别少钱啦吼。咦？哎呦！内底揣无是藏伫倒？敢会记伊只？对本啊，拢无。文然，你竟然敢甲恁娘娘身躯顶，还佫有房间内的所有值钱的物件拢摕走，你这个不好女，竟然敢对恁娘娘安尼不好！我哪有不好啊？我这是真正友好呢。阿弟啊，你敢知影？我是咧替阿娘做好事，替伊咧赈灾，我嘛是咧替阿娘做功德积福啊。积福？是啊。阿弟啊，那我嘛就想要友好你，嘛真想要替你做功德积福啊。你，也毋过寒天顶顶的，我找几工，都是找无你的银两到底藏伫倒位啊？我无钱，你当然嘛找无啊。是讲哦，这个所在我也未找过，等我找过，确定你无银两了后，那我就死心啊啦吼。你莫乱来啦！文然啊，你莫乱来啦！哎呦，你紧张啥？快点，你也无钱啊！快点都是无用的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你出去啦！哦，哦，你是伫甲阿爹笑啥？我咧笑你讲哦，你即摆表情看起来真紧张，那你就表示讲，这银两一定藏伫遮。你莫胡白讲，阿爹哦一向是真清廉的，阿爹这世人哦上爱读册啦。读册？哎，不，哎，哇，这么多册呢？永年说，这无亲像你爱看的册啊。
查某囝，迄是阿爹哦替你准备的嫁妆啦。真是的哦。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阿爹，你对查某囝实在真好呢。那呢，我应该替你做公益计划啊。啊，不，查某囝，阿爹唔免你这么好啦哈，阿爹有你这个查某囝，都是上大的福气啊啦。安尼哦。好啦。安尼唔知是阿爹的乖查某囝。我今麦请三公主来看，看我有安尼幸福，有安尼这嫁妆。你更加懂诶！小姐，小姐。阿爹啊，若是三公主知影你有遐尼侪姑娘，伊一定会怀疑。唔对，伊一定会认为讲你是一个贪官哦。阿爹，三公主伊即摆心情真歹，假使若是互伊知影，你竟然有遐尼侪姑娘，伊一定会做生气啊。然后伊就有可能做出互我甲阿娘伤心的代志啊！阿爹，你放心嘛，我会甲你斗相共，我一定会甲你斗相共的。你要安怎甲阿爹斗相共？南波头马上将这个姑娘送去三公主遐。嘿，袂当的啦！哦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！卖看。哼哼，搁菜芽葱啊，鸡半。嘿，我来甲你斗相共哦。哎呦！阿爹，你莫烦恼啦。到时阵哦，三公主迄边，我自然有我的讲法啦。你无有代志的啦吼。哦。嘿嘿。这么多银两，真可，真可。不过，这银两是对倒来。贪官污吏啊！紧甲我讲，到底是倒一个贪官污吏？我这是夜上互保剑去斩伊个人头。紧甲我讲，到底是倒一个贪官污吏？免啦啦，你免着急。迄个人应死啊！你今天甲救啥我？文莲，这到底是安怎？迄是因为，阿爹啊，你来讲哦，比较较清楚啦哈。我讲，我是要安怎讲？我是要安怎讲啦？老顺虎，时早过，我甲钱摕互你时，你就答应我要甲解脱是的啦，我每天了，我唔知咱好要哪讲，所以我就起地头，内底好你甲你去收买啊。老顺虎，紧讲。老顺虎。启禀三公主，顶一任孙虎在任的时阵，突然间被捕，因厝内底人就汹涌搬离开家，佮留了足多物件。我伫咧无意中发现着伊的小铺，我才知影讲伊贪袂少钱呢。这件代志我到即马搁咧追查。今仔日男士文人伊非常聪明啊，这个原料根本就无可能找得出来。敢真实？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你男性，你听我问问的啦。你是查有
够干巧的呢。我送予你，爱你家己去讲，你等到佮送倒来我，爱我替你背书。文莲，对，我阿爹伊讲了对啦。真好，唔但有钱会当发落财民，而且佫会当维持政绩，为朝廷追回贪官的不法所得。三公主，也毋过这个银两也无到原来的1/10，你哪都用遐尔济财民啊？上好无紧，只好行一步算一步。要暂时每一个财民先发一寡。慢落山，较济是偌好啊！啊，收少啦！慢落山啦！啊来这尔少哦，啊要准拄哦，啊要欺骗我了啦！叫我钱来啦，紧的啦，快来啊！跳走！你大概你讲看对不对？应该照原来所讲的数目来还，唔才对。对啦！慢落山，退落。啊，这是你摆只先摆我看药啦，来，先生。我看哦，这银两哦，绝对袂使叫乌生去啊！来啊，我抓起来！好，安怎？三王子下令，叫咱袂使耽误，啊，若无要严办。因遐够苦，总收老百姓，啊，搁要抢我银两啊，够苦的啊！你讲有理哦，大家干拍！各位乡亲，你暂时听我讲好无？对啦，马祖庙的林公主啊，是一个好心的大夫啦，咱大家听讲看卖啦。袂用的啦，今日因若无甲真正银两发落来哦，啥物拢袂讲啊！对啦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会替恁大家争取。对，阮公主一向讲会到做会到，吼，较认真的啦。陈捕头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三王子要进寨银两去匪徒劫去，到即摆还佫找袂到。三王子即摆去想办法，交代即寡银两要发落大家，安尼我知影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天降大水，毁害咱的家园，迫害咱的亲人。我知影大家因为安尼，有的失去爸母，有的失去某囝，甚至连田园厝地拢毁掉，害恁无法度休息，嘛无一个漂风雨的所在。我知影大家心肝内的艰苦，也毋过三皇子，伊来这造访民众，伊知影大家的辛苦，所以奏请皇上，皇上嘛有拨进前的赶紧要来互大家。想袂到竟然去互盗匪劫走，所以才暂时用这个办法处理。也毋过我相信，伊一定找到一个真好的解决的办法，甲钱发落大家。啊，你认为？好啦，阮大家都听林公主的话啦。多谢。啊，未了着钱的人，去排队。紧排队哦，紧啊！排队！啊，未了钱紧去啊！圣旨告，三皇子接旨。五皇万岁，万岁！皇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定由水患受灾百姓一苦，加半官银赈灾，以解其苦。三皇子何银不力，致使官银被劫，
受灾百姓无以为继，地方混乱，暴动将起。今命三皇子于7天内将赈灾官银顺回发放灾民，若有延误，送代理司治罪，钦处下温。下万岁。变三皇子，虽然讲平常时皇上对你真疼头，但不过这摆代志伊非常紧。请三皇子一定要踮7天内将赈灾官银找倒转来。多谢大统领的关心，我将过来。请。害你罪不可赦，愧对皇上的交代，让皇上威信受损。那上高代理司，伊能安怎甲你处置咧？代理司不离了教，一律审断，就算是皇亲国戚，皇上的至亲，嘛同款严办。到底安怎判嘛？按照这件代志的严重性，轻者再度封职，降为平民；重者斩首示众，以立皇上圣威。这件代志也毋是你的唔对，是遐歹人手走的呢。若要杀嘛是杀伊，哪会当杀你？皇上的赈灾官银是交予我专权处理，即马官银无去啊，我当然负起所有的责任啊。我无爱，我无爱啦。文爱。三皇子，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银两拢摕出来赈灾啊，安尼应该袂有代志吼。目前你无代志，也毋过参照这款的大罪，所有牵连的人都走袂过。即摆想办法，刷来是铁公山，搁刷落来应该就是你啊。启禀三皇子，你快啲纠结。紧请。是。我已经甲我足多年来真无简单才捡落来的钱，拢摕出来赈灾，结果还是要去用治罪，安尼我都了罪啊！我的钱啦！三皇子，林皇子，林皇子，你的地位过零，而且还有陈立顺风两个人甲你斗相共，所以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你，请你替我甲悲劫的赈灾官员找回来。三皇子，我就是为着这件代志赶倒转来。你放心，为着你甲天下苍生，我一定会尽力。三皇子若是无将悲劫的官员找回来，伊就用斩首示众。林公主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伊。对对。你斩首示众，我唔惊，我上惊的，就是官员若是找无转来，唔知百姓搁受苦偌久。若看到因遮尔艰苦，我真正是生不如死。三皇子，自爱爱人，爱一切众生；自救人，救一切众生。你东比大苦的心，让我真钦佩。你放心，为着你甲天下苍生，我一定尽力把这个官员找倒转来。多谢林公主。陈丽，啊，你感觉三皇子这个人安怎啊？袂歹啊。袂歹嘛，就是歹字，我是讲真正的感觉。我感觉伊这个人哦，真成功。那真讲咧，我感觉伊敢若真爱百姓。啊，若是叫伊做皇帝哦，安尼百姓可能真有福气哦。三皇子确实是一个真仁慈的人，亲像这摆，我希望伊会当甲灾民斗相共，伊一声就答应，佮奏请皇上提拔官员。即马遭受困难，咱应该尽力甲斗相共。陈丽，顺风。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咱赶紧来去调查赈灾官员的下落。是。新娘未使，迄批赈灾官员是不是你劫走？到底是不是啊？三皇子失去赈灾官，
若毋是互代理师判即时5文斩首，就算伊个三皇子嘛做袂成，安尼嘛算低调伊咯。那咧甲托官员的代志，你啥无事先甲我讲一声？为着要代志办了搁较顺利，所以才无要甲你讲。你实在要甲我害死啊！我叫你坐来，就无简单才有这个钱，即马全部摕去赈灾啊！还佫有，假使若是办三皇子，安尼后世一定轮到我一定会无命的。你免烦恼，若是对尊者尽忠的，尊者一定会保护伊，互伊荣华富贵。若是甲尊者作对的，尊者绝对袂放伊煞，而且佫爱伊的命。是，我一直都有听尊者的话，以后我嘛绝对会继续效忠尊者。哼，7天后就甲三皇子低调。官员，根本这个官员是叫苏劫走的。小龙女，红颜手高旁，小无听孤单窗。官员，根本这个官员是叫苏劫走的。小龙女，师傅，你掠准讲这个箱仔是被劫走的官员是？是不是啊？你笑啥？为师是咧切讲，这天下间所有男女情爱，有影互人痴癫疯狂，头脑未清，转糊涂啊！小龙女，这个箱仔拢是为师真无简单收集而来的药材，连等服用后，为师会当累得大精。药材？师傅，你的内力大精，天下无敌，会免疫受益天济哦。受益天济，为师只求先莫互你气死。师傅，是的啦，实在是因为官员被劫走这件代志非常严重，唔拿三皇子用判重刑，就连遐无辜老百姓，若无这个官员救济，以后日子一定会真歹过啊。所以我唔才拼性命想把官员找回来。任何有可能的所在吼，我拢要去找啦。任何有可能的所在，你拢会去找。啊，小龙女，师傅敢真是咧劫走官员？如果想要对三皇子去泰山祭天，三皇子一旦被判重罪，师傅是要安怎去？哎，是，师傅，你教训了是啦。为着要让师傅会用顺利去泰山祭天，所以师傅，你一定要赶紧甲三皇子斗3天，甲被劫的官员找回来啊！那安尼，恁两个人唔才能照原来计划顺利进行啊！聪明，反应搁紧。小龙女，你有影是师傅所熟悉的小龙女。师傅才讲第一句，你着随接尾句，而且你会当名正言顺叫师傅甲三皇子斗3天，甲失去的官员找回来。真好，无枉费师傅对你的用心调教。师傅为着要救三皇子，为着要救天下的苍生，
小龙女想要救师傅，你台湾自卑，是等你无边的法律，赶紧甲毕业的官员找回来好无？师傅，好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小龙女，师父先来了解，三王子到目前为止，也无法度完全信任为师。为着要防止三王子临时改变心意，为师最近一定要有一番的作为，让三王子对为师另眼相看。对，师傅，你讲的拢对。另外，为师都要想淡薄手段来对付马祖。小龙女，赶紧回去，较唔免互人交在意。是。救三王子，为了救受苦的灾民，情形所变，只好等神通。这么厉害轻功，卡某竟然这样轻松。是啊，讲你这么厉害，这种人看起来，更像是孙富曾经文言呢。文言，哪有可能啊？伊无这么好的功夫啦。讲听哦，我是唔敢甲你比，根本我也看唔到的。对，若讲厉害的功夫，你真正是上厉害。是讲无可能文言，无可能有这么好的功夫啦。我决定，这么好的轻功，我捌看过。我嘛确定，这么好的轻功，我捌听过。啊，小龙女。师父，多谢你甲三王子斗相共将官员找回来。我嘛知影你是一个讲会到做会到的人，也毋过师父，你诡计多端，要趁机会对妈祖娘娘不利。我爱三王子，也毋过我绝对袂用看到伊去用斩头。搁再讲，我嘛最爱师父的，也毋过。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主编的妈祖娘娘又搁无辜受到迫害。嘿，文姑娘，真无礼貌，搁讲一遍。小龙女，袂用哩，我绝对袂用承认我就是小龙女，也若无，我就袂用继续留伫三王子的身躯边保护伊啊。搁再讲，即马三王子。伊有危险，我这个时阵更加袂用离开伊啊！安怎？行到唔敢讲话哦？倒往行，倒往行。若唔倒往行哦，阮动手的时阵会真凄惨哦。陈弟，顺风，你是毋是认唔着人啊？我毋是啥物小龙女，我是文燕。文燕啊，咱也毋是无熟悉啊。你莫阁假啊！头头阮已经电信通过啊，伊看会到，伊嘛听得出来。啊，你几步吼，阮知啦，你就是小龙女。较紧承认啦。两位大兄，恁真正母唔对啊！我真正毋是啥物小龙女。顺风诶，啊，咱若讲袂清楚请的时阵要安怎？你动手啊！官员找到，是不是今日去把这个官员送来巡抚呀？嘿，啊叫娘娘啦，啊甲迄个臭苗通啊，三王子当地甲变开，苗通内面一定当去做臭诶。这就是毕业的官员，无对，而且哦，这是我甲顺风冒着性命危险找到的。对倒位找到？真的，啊你敢会记得？这是啥啊？阿峰，原来是你。顺风诶，啊，咱若讲袂清楚请的时阵要安怎？你动手啊！做手！
公主。文莲，你有安怎无？无安那。公主犀利啊，伊是小龙女诶。千里啊，你是咪看唔到人？伊明明是孙府大人的千金老文莲啊！唔是啦，公主，伊真正是小龙女啦。假使伊若是小龙女，我敢认袂出来。公主，千里啊，公主讲话你都无相信啊？恁两个搁徛遐创啊？啊，唔紧甲文莲姑娘回去咧。歹势啦，文言姑娘。我无要紧啊。道歉啊？哦，小龙，唔是啊，本人姑娘，是的啦，是的。这拢是误会。既然无代志，那咧我先走啊。小龙女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不守天规，但是你本性善良。你偷摕尚方宝剑，帮助我免受奸人的误害，又搁见义勇为，解救天宝因妈孙啊，免受贼人的加害。即马你沉冤未了，假使讲你若有善心正念，经过种种的磨难考验，你就会当行向正道，修成正果。公主啊，我感觉观音比甲这件代志一定甲庙堂有关系啦。我嘛是安尼怀疑啦。我问你呢，为什么恁一定认定这个官人是庙堂真人所劫走？啊，官人就是钱啊，伊有这么多钱，会当做真侪歹代志呢。不管安怎，庙堂真人拢是修道的人，钱财对伊来讲是生活之本。搁再讲，伊一定想要甲三皇子去泰山祭天。我相信，伊若想要做国师，应该是袂去陷害三皇子才对。我讲安尼敢有道理？安尼嘛有道理啊。千里甲顺风，拢看会出来我应该就是小龙女，敢讲妈祖娘娘伊会认袂出来？还是讲伊挑故意要放我走的？那呢伊是安那要对我安尼好？管啊！非伫即马上重要是赶紧找到被劫的官人，莫有三种有伫最好。文莲，规暗拢无看到你的人，你走去倒？我去找官人啊。哦，文莲，辛苦你了。只要能找到官人，互你平安无代志，搁较艰苦，我嘛心甘情愿。多谢你。不过，安怎是？我想过啊，会去孙府官邸劫走皇上所拨来进在官营的人，绝对不是一般的匪徒。看因这边作案的手法非常的溜劣，计划真详细。我想，伊一定会把进在官营藏伫无人找到的所在。看来，想要甲官营找回来是非常的困难。搁再讲，若是要伫7天内甲进在官营找回来，那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千万不用放弃啦！妈祖庙林公主已经答应甲你斗3天，而且我下暗嘛有去拜托庙堂真人啊，伊嘛有答应讲要真带你甲你斗3天安尼。公主，凭因2个人能力，迄绝对是互你料想袂到的。我相信一定免偌久，就会将被劫的官人找回来。真是的啦，三公主，我知影这站你拄着真侪考验，也毋过这拢是你磨练你的意志。你要有信心，你放心，我相信啊，你绝对会用度过这个难关的。
哦，有够忝的啦。啊，要这找遐鼻夹的官人啦。啊，有啊，有啊啦。哎，你想看卖？伫咱这4号人啊吼，什么人的武功上悬？你又搁讲，这不都能有啊？就是迄比比的妙通啊。对，伫这4号人哦，除了迄大哥孙武了后，什么人的心肝上良毒？你又搁讲，妙通第一名啊。嘛对，臭到死。所以讲吼，不管公主安怎讲，我看吼都是伊啦。嗯，你这招够厉害哦。嗯，咱搁踮咧等啥？行。行。嗯。模拟良珠，官偏差地，无所不能。模拟良珠，赶紧显示，未得官人藏伫何处？看袂到比劫的官员，颠倒看到恁这两个念头的，来了真拄好。无定无了。师傅，为师来顺府带领遐一座，恁来甲内面的宝贝顾好在吗？是。个玻璃遐大咧吼，这个臭苗通为遮出去，还佫叫迄两个人踮遮顾，遮尔秘密，对啦，遮就是唱官人的所在啊啦。不过这是唱官人的所在，那唔快啦。也是安尼啦，我头仔手吼都无小心咧夹起，一直在倒落。每摆拢是安尼啦，你啦。是讲哦，咱伫要伫台公安尼，咱若找着官人，牛一直跟咱拍破鼓咧呢，唔难呢，所有遐灾民看到咱迄种感激的眼神，哇，千里英雄，顺风英雄，我搁晓得，是到咱对天亮的时阵哦，迄玉皇大帝哦，会甲咱奉上，是甲咱的仙歌，一定是的啦。我得讲哦，玉帝哦一欢喜哦，升一个，比牛牛更较悬。啊，到时阵哦，牛牛若拄着咱，身体3步再搁讲啦，1步、2步、3步，在下林白牛参见两位老君啦。免嘞，够可能？无可能，紧来找啦。好欢喜一个。小妹姐，我检查一下。哎呦，真大个！哇，你来看，这顶头有刻雕钉的字，敢讲这就是咱要找胖钱的官人啊。往南树高旁，小无听，孤大窗，伊我。
哇，你来看，这顶头有刻雕钉的字，敢讲这就是咱要找叛变的官人啊！参见顺风老君。千里老君啊，咱即摆官人找着哦，是不是紧来去甲这个官人送来巡抚呀？哦，啊叫娘娘啦，啊甲迄个臭苗通啊，三公主当地甲变开，苗通内面一定当地做臭的，臭的，紧来紧，你同我娘娘，同我娘娘。哎呀，你讲我一人讲我多半，放心啦，你要做郎君哦，我这物件个包半，叫马车来载，顶一下，中山顺风老君。啊不哟，改你，起定。我先生哪会当做老公？嘿嘿，三公主，这就是比劫的官员。无唔对，而且哦，这是我甲顺风冒着性命危险找到的。真好，对倒位找到？伫倒有找到？安尼应该问苗通真人哦。真人，你敢会记得？这是啥哈？吴苗通当然会记的，这个箱啊，拢是九贤宫的箱啊，而且箱啊顶面印有九贤宫洞门的火焰记号。无唔对，所以三公主，这就是被劫的官员，而且是伫九贤宫的洞口找到的。苗通，原来是你，太姐，三公主，这个箱啊内面若不是被劫的官员呢？吴苗通想要先千到千里，箱啊内面若不是被劫的官员，你要如何下罪？我就是要下罪啊！苗通真理，这就是被劫的官员啊！我看你今仔日头上斩定，卡叔讲，你今仔忘斩头，我请你认你处理。好，安尼吴苗通绝对要你受烈火焚身之苦，敢无？那有啥唔敢？已经记住。中华蓝队，请你。公主，三公主，林公主，三公主，咱是不是赶紧把箱啊拍开？天公山，拍开。是。那是有才。好，我靠前。是啊，哪呢？千里、顺风，恁两个也伤过头贪功，伤过头落伍。哎呀，因中了师傅的诡计啊！千里、顺风，你两个做好大胆！我为了官员的代志，逐工烦恼到袂食袂困。你竟然讲你创治我？无啦，三公主，啊，阮哪有可能创治你啦？这阮去用创治去啊啦！是啦，三公主，千里甲顺风，因会赶紧要将被劫的官员找回来，并不是为着因家己，是为着你，还佫有天下苍生，希望因能早日脱离苦海啊！搁再讲，就算因搁安那大胆，伊嘛无可能明明知迄毋是官员，佫挑故意搬来你的面头前，惹你生气，自找麻烦啊！虽然因两个做唔到代志，也毋过因的出发点是好意，希望三公主你能原谅因啊，好无？真正是饲鸟厝咧夹布袋。三公主，因两个是我身躯边的人，假使若有做唔到代志，是我教无好，所有责任我愿意承担。无啦，三公主，这唔是代志是阮两个啊。是啦，要罚就罚阮两个就好啊。好啊，我知你安尼做，嘛是为着要替我甲正在官员找回来。这代志，我不爱对叫。三公主，多谢千里部落吴苗通是逼得官员的主谋，针对这点苗通不服，请三公主
苗通啊，明明就是你变鬼变怪要陷害阮，安怎？即马做贼的发掠贼哦？对对。什么人咧变鬼变怪也唔知影，是恁两个走来九贤宫，甲这个想法搬过来，当做是被劫的官人，哪会当讲是我苗通无赖呢？千里，拄则咱两个小师的是毋是准算啊？准算啊，头拄讲过嘛，已经寄出数码蓝堆。你免讲遐济啦，为虾米后部拢顶出来啦？陈立顺吼，苗通真，所有代志我来承担。好，林怀德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好啊，苗通，你是修道之人，这样代志莫甲因计较。三王主，我苗通会本持着慈悲为怀的心情，这件代志就莫甲因计较。即马上重要的，是紧甲官员找到。三王主，请你放心，苗通会协助，赶紧甲被盗的官员找回来。时到，你跟我去泰山这一天，为万民祈福。三王主圣明，恳求上天降福，将此风调雨顺，百姓无灾无难，国泰民安，万世太平。女，这粗行的我来得啊！哎，对啦吼，你较暗暝我会甲斗相共啦吼。我比你较骨力的，我来得啊！这精油啊，一般来讲拢爱出6种，也毋过若碰到甲苦丁同款药材，就袂用安尼做，因为这苦丁的经脉内底有苦汁，假使若是出6种，就会产生毒素，破病的人食落，毋但无法度医病，佫会全身起毒疮，痛苦至极。所以，若碰到苦丁这类的药材，爱豆豆啊蒸，慢慢啊磨，磨久了呢，伊的汁毋但袂苦，佫会反甘。这种甘甘的汁，食落到底清鼻补肾解郁气，互人精神清爽。啊，安尼我知啊啦，娘的意思哦，就是讲，若遇到苦丁啊，就要慢慢啊蒸，你知无？知影我做想要甲你整落。娘娘毋来咧教咱药，你嘛咧教咱做人的道理，你知无？你毋知，我讲互你知。伊的意思是讲，咱做代志哦，爱豆豆啊做，爱认真，袂使冲动，无代志愈武愈害，安尼你知无？知。算讲你嘛会通啦。其实我咧想讲，天本这家伙的代志，是应该安怎处理较好？你即马是过了安怎？摩尼良珠，赶紧显示被盗官人藏伫何处。我踮伫三王主面前，也搁有百姓的面前立下大功，人人钦佩。被盗官人藏伫何处？奇怪，摩尼良珠乃无法度查出被盗官人的下落。师傅，有人求见。有田，叫因踮伫外口等我。是。苗通亲人，这位就是尊者上界重用的神伯，心良未使。新娘向亲人请安啦。大家公人有何贵事？只不过是来请亲人你
莫阁继续帮助三公主找找被劫的官银。被劫官银若是无找回来，三皇子一旦被降罪，我庙通是要如何定泰山这天？安尼，你有啥物办法会当将这批官银找倒转来？我庙通有模拟龙珠，观天查地，无所不能。照你安尼讲起来，现在这批官银伫倒位？是安怎到这阵你也找袂着？尊者无所不能，东插先机。伊早已经料到，必定有麒麟医师会用以开庭眼，也是水井现象的一方式，来找出这批官银的所在。所以早就已经将天外飞来的铁石戳伤一座山洞，而且将这批官银藏伫咧山洞内底。莫讲是龙珠啦，就算是大罗神仙，有通天的本领，同款嘛是找袂到这批官银，是毋是咧？尊者今仔日会互你知影遮尔多，完全就是因为诚心诚意要甲真人你交一个朋友。是啊，连拄仔才讲天外铁石，我嘛是头一个听到。我庙通拄则有讲过，三皇子一旦被降罪，我庙通是要如何定泰山？这做你放心，到时阵尊者会自然有办法，助你就泰山这天。公主啊，你是烦恼啥？三皇子的本命星，念的明，念的暗。我咧想，这一关你可能脱袂开。你是讲光银向头家代志啊？啊，若光银公主做你放心啦，我甲顺风甲斗相共哦，一定甲庙通头家光银全部都甲摕倒来。嘿，你已经受一摆教训啊，敢讲我无教官？是顶一摆阮两个无够谨慎啊，不过做放心，一摆阮会小心处理。千里的，我问你，你现在一直认定讲是庙通偷摕官银？凊彩想嘛知，除了迄个卑鄙的臭庙通，还有啥物人啊？找到证件，上禁忌的就是讲有先入为主的观念，安尼找唔到线索，认袂清事实，搁会互家己失去底，你知影？敢讲公主你有另外想法？我嘛是一直想，是安怎庙通会偷摕官银？伊根本就无需要冒这个险，因为伊一直想要对三皇子去泰山这一天，应该袂害伊才对。那安尼讲，到底是啥物人甲光银藏起来？还佫足厉害哦！甲光银藏到我前一天看袂到的所在，这招佫厉害。千里的，会当讲是咱去撞到一个真强的对手，一个会当解开咱所有谜题的对手，而且伊佫是一个真歹对付的高手。是要等到当时啦！来啊！老大来啊！老大去快啊！我先来啦，你不要错我了！哎呦，你来快去！你林公主加枪。林公主，请稍等，我来请阮老爷。这边老爷，妈祖庙的林公主求见。你就是妈祖庙的林公主哦，我无破病，你来要创啥？千万月，世道无好，天灾不断。元月因为前几世的福报，
累积真侪财富。小明想要请员外提拨淡薄的银两来救助灾民。哦，你是专工来给我分的哦？唔是，我是来甲你拨款的，拨赈灾之款，这甲分是有分别。哎，我是生意人咧，敢若捌买卖啦。你有我货，我就互你钱；若无货，你要我提钱，我就当做你是乞食啦。员外，你哪会知影我无物件要卖？哦，你要卖什么货啊？卖良知，卖善言，卖子子孙孙的福报，卖生生世世功德无尽的轮回。秦员外，坦白讲，你的财富几落世人嘛用袂完。小明，请你摕部分的银两出来救助世人，伫你百年了修得成果，为你后世人再求福报。喂，我讲，你敢要叫伊个生日，敢要死抓，赶紧有程度，叫出来！小等一下啦，吼，大家莫生气啦，有啥物代志，豆豆啊讲啦，讲啦。来啰嗦啊济啦，来，我问你，你个生日的是毋是曾经答应我叫大家要帮忙解决困难？结果有做到什么？什么嘛无做到？而且哦，那人哦，我先表白见面无啊？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大家听我讲啦吼。阮公主毋是种会闪避的人啦，就拄拄无伫的，莫误会啦哈。笑的啊，莫偏偏要做，同志啊，咱大家冇解决用叫欺骗你，所以个生日嘛，我才解释要清楚，规矩，咱来听了。兄弟，你大家是有顾道理也无啊？阮公主答应要甲你斗相共，你若无甲感谢，佮要甲这拆掉，真正是有讲无收，拍无该赔呢哈！减讲无啦，这本来就爱讲的啊！大家生活这么艰苦，这是天灾，这关公主什么代志啊？哈！喂，你这个人啊，要歹歹啊，佮歹心情啊！同志啊，来，无继续老话头讲啊，来，听！小等下。这位大哥，有话敢袂当好好讲？只要你减一寡无意义的情绪，自然就会当减轻一寡烦恼。各位乡亲，我知影大家生活真艰苦，所以有一寡善心的人士捐一寡白米，您放心，有人就有份。麻烦大家排队来领，好不？对，排队，请排队。若是由妈祖救这只灾民，强行提升伊的声势。多谢你，林公主，你真是一个慈悲的大善人。唔若是我，嘛有人同款乐善好施。庙通真理，既然你已经出面啊，就让大家来甲你说多谢。林公主目色真好，庙通拄到，你就知影。早就听讲九贤宫的庙通真灵真体谅大家，所以你今仔日专工来这，是要来关心大家，要来帮助因的对无？林公主，天灾不断，善假人愈来愈多，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是会当帮助偌济人。是，我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所以才需要真人来甲我斗相共。虽然咱两个人力量无下，也毋过百姓是无辜的。相信你看因遐尔啊痛苦，你心肝内一定真唔甘。林公主讲了真对，九贤宫嘛有准备一寡白米要来发放。我三克，所有的乡亲时代来九贤宫领白米。哎呦，真正会甲你拍破啊呢！公主啊，你这步吼巧，你看吼，这个庙通哦，你每一个完全比无网嘛，乖乖甲钱摕出来帮助这个灾民。公主啊，
真正毋是我要甲你抱哦，你这叫做是文武相传、英勇相传、男女相传呐。我知，你免讲啊，我家己甲吹天起来。是讲公主啊，我感觉苗通讲嘛有道理呢。林公主一个人，免后都救遐济灾民啦。即马上重要是要赶紧找到官员，然后解决百姓的困难。对哦，官员若阁无找到，啊，三皇子会出代志哦。如果官员赈灾是我建议三皇子的，即马官员胖去啊，我实在感觉足对不起。啊，问题是哦，也无线索啦，找官员根本就是大海蒙尖嘛。放心，今仔线索已经出现了。啥？就是煽动百姓拆庙的人。我若约了无唔对，我感觉头摕官银走迄个凶手，伊就专工派伊来，意思是要制造更较大的混乱。嘉琪，伊也无甲你讲你哪有去知啦？啊，你是娘娘吼？我是看伊的行为，伊可能生活真困苦，强迫病才安尼。有道理哦。也毋过，我拄仔去救现苗通宫的时阵，看到一个这么需要的人，竟然无跟人排队领米，安尼敢毋感觉真奇怪？对呢。是讲公主啊，咱即马到底要安怎做对啊？去甲这个人找出来。阿草啊！哦，够想你的呢，阿草啊！哎呦，草啊！哎呦，足歹找你的呢，我感觉我足疼。是我要做啥啦？这真正无简单。你做开心事，都无惊会尴尬的。阿草够勇敢的啦！哇，唱歌好夹歌嘅，拢袂惊咧。哇，耍去啊！哎，你敢知啊？迄袂使后袂讲的咧，手掌旁边一个菜头的咧，绝对咁无天啊！无啦，心受感会无天哦，带你来见三王子就知影。哎呦，啊，这无细字啦，起来，细字啦，会听咧，会听啦，我啦，三王子要甲你过夜，行。哎呦，你两个人记我做功夫啊，我是连功夫弟你呀！讲啥？生气啊啦！啊，啥把我叫啦？啊，公主交代的话你拢袂记咧哦。啊，打这4字是要安怎念？你敢知影？你知？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。嘿，放长钓大鱼。6字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大理，我来到这哦是要找一个人，啊，这个人哦就亲像悬无我遐尼悬，缘投无我遮尼缘投，哦，腹肚比我搁较大，啊，搁会一直流喙烂。对啊，哪有这个人啊？无唔对，确实是有这个人，我甲伊藏起来就是。大人啊，啊，你是安怎要甲这个人藏起来？因为我要保护伊的安全。安尼就对了啦。所以讲大理，你先进来吼。千里眼顺风耳查出官银失踪案，背后的主使者就是郑和灵王化身的苗通。想袂到苗通竟然认罪，妈祖娘娘为何要救苗通呢？妈祖娘娘到底有啥物苦衷呢？苗通利用官银失踪案为钓鱼，引三皇子入烈火阵，三皇子命在旦夕。为了救三皇子，小龙女无少背叛师门，向妈祖娘娘搬救兵。苗通会放过小龙女未？妈祖娘娘要如何再一次化解三皇子的危机呢？妈祖启示录，爱用主见看待众生，
将无形化作有形，将理论化作行动，爱时时刻刻提出咱无去求义，谁会去求义这款大慈大悲做作的精神，安尼生风尘也是净土。青春看无通，歌声咧酒里暗，伴阮舞步眺望岁月流转。红颜像孤芳，寂寞听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听风光。红颜像花丛，天深畔无水重，花香自